特朗普支持率跌至新低，信譽掃地且民心盡失。路透社同埋益普所最新嘅民調顯示，特朗普嘅支持率跌到42%，創下今年1月佢重返白宮以嚟嘅新低。近60%受訪者覺得美國正喺度喪失緊全球嘅信譽，同時特朗普嘅一系列政令同埋決策都引起咗廣泛嘅爭議。特朗普上任之後簽署咗大量嘅行政命令去干預大學同埋文化機構，凍結咗自由派大學資助，要求史密心理學會刪除不當嘅意識形態，仲自己擔任甘迺迪中心嘅主席。呢一系列嘅行為遭到57%受訪者嘅反對，當中有1/3係嚟自共和黨陣營。超過150所高校嘅校長聯名譴責佢越權。喺政策議題方面，特朗普都係四面楚歌，通脹、移民、稅務呢啲領域，反對者遠遠多過支持者。喺移民議題方面，45%嘅支持率都低於46%嘅反對率。經濟方面就更加係一塌糊塗。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 CNBC 嘅民調顯示，特朗普喺關稅、通脹同政府支出呢啲政策上高，引起咗普遍嘅不滿。經濟支持率跌到任期嘅新低，得44%嘅人認同，51%嘅人反對，55%嘅人唔看好。近半受訪者覺得美國經濟未來1年會變差。特斯拉 CEO 馬斯克都公開表示反對特朗普嘅關稅政策，佢明確話支持降低關稅，仲話會持續宣導下調，直言低關稅先至可以促進繁榮。雖然特朗普暗示尋求第3屆任期，但75%受訪者明確反對，53%嘅共和黨嘅人都唔支持。特朗普呢啲行為嘅背後係極度膨脹嘅個人主義，由對大學同文化機構嘅強硬干預到爭議不斷嘅關稅政策，特朗普正一步一步咁透支民眾嘅信任，令美國喺國際舞台上陷入孤立，出現民心背離、信譽崩塌嘅局面，亦都為美國未來發展蒙上咗一層好厚嘅陰影。唔知喺呢重重困難之下，特朗普同美國會點樣發展落去呢？